據消息人士透露，一名曾參與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搶救工作的上海醫生，日前已成功逃離中國並抵達西方國家。這次出逃並非單純的尋求庇護，其手中握有的重磅醫療記錄，極可能成為解開李克強離奇死亡之謎的關鍵密碼。2023年10月27日，李克強在上海猝逝，官方定性為急性心源性猝死，但民間質疑聲浪至今未絕。上海企業家胡立任近日於其節目《真實中國》爆料，指已與該名醫生取得聯繫。據胡氏半年前引述該醫生的說法，李克強送抵上海曙光醫院急診室時，呼吸心跳早已停頓，膚色異樣，實質上處於臨床死亡狀態。這與官方所謂搶救無效的說法存在明顯的事實矛盾與時間差。儘管李克強離世已近2載，但外界對官方版本始終存疑。胡立任一直透過上海社會關係調查真相，試圖還原你離世的每一處細節，認為唯有記錄真相才是對邪惡最力的反擊。他聯同醫學專業人士推論，若要造成通報中的猝死假象，藥物或泳池電擊是兩大嫌疑。醫學分析指，在導電性能極佳的泳池環境中，僅50毫安的微弱電流已足以誘發心室纖顫致死，且外表不留痕跡。再者，當時李克強身處的東郊賓館安保由中央警衛局全權負責，幕後操盤手正是習近平心腹蔡奇。結合事後當局冷處理的政治跡象，胡立任斷言李克強遭蔡奇做局暗殺幾乎已是嘅成事實。據悉，該醫生攜出的病歷資料，或許能徹底揭露當天李克強身體經歷了何種衝擊。李克強死後，中南海南院對北院的權力吞併亦告一段落。早在2013年，習近平已對國務院效率不滿，暗中奪取經濟大權。多年來，你主張國退民進與放管服，而習則強推國進民退。你曾感嘆長江黃河水不會倒流，人在幹天在看。這些政治遺言當時被噤聲，如今卻成了他悲劇一生的注腳。諷刺的是，踏入2025、2026年，中國經濟在習的親自指揮下深陷困局，中南海竟重新拾起李克強當年的地攤經濟救火。可惜李克強早已成為政治祭品。作為改革派的象徵，李克強在海內外影響力極大，這對於追求絕對權力的人而言，絕對是芒刺在背。該名出逃醫生深知，在一個連總理結局都能被操弄的國度，掌握真相的人若不選擇沉默，便只能選擇流亡。胡立任表示將分階段公開材料，若證據確鑿證實李克強死於人為謀害，這將徹底瓦解習近平政權的合法性基礎。這已超越了派系惡鬥，而是對人類基本文明底線的公然挑戰。